我是柯兴竹。今一开始来关心最近除了台铁甲桃园机场小连续收到恐吓批以外，即马国立国中博物院昨昏嘛有收到炸弹的恐吓批，批内底是表示要用遥控炸弹因甲国中炸掉。经过全面的清查，台北的国中甲家己的国中南院拢无发现炸弹，刷落来会交予警方去处理。 国中8月才例行性休馆，严过看到真侪警察看真不够，四过一个巡逻，就连建筑物的通道也地毯式的所在。因为国中受到不得恐吓，讲要伫咧国中的南北两翼放5粒遥控炸弹。这也是我们故宫第一次在我们观众意见的信箱里面接获了恐吓信。它内容大概指的就是说，他在故宫的北院安置了3颗的 遥控炸弹，在南院也安置了2个遥控炸弹。国中是通报警方加国土安全办公室，并且启动紧急应变措施，全面安检，并且调监视器，并无发现任何可疑的玻璃杯。这么交予刑事局侦办，配合那个警方呢，不论南院北院2个呢，都做全面性的安检，不论在院区里面或是建筑物内部，包括呢天花板任何的角落。 甚至于连我们的金钱呢都出动了。顶个月桃园机场加台铁一龙班接到不得恐吓批，要证实是无影，因为情形甲这边国中的恐吓手法正同，警方无排除如果是进前已经离境，涉嫌几多件恐吓案的中国学生张海川所做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